歡迎來到 HR3878嘅頻道，記得訂閱同 like 嚟支持我哋啊！南涌站作為德里鎮嘅中心，附近又有南匯呢個大型屋苑，更有法院同交通局大樓呢啲政府大廈，往來新紅田口岸及深圳嘅客需求一直都好大。服務呢區嘅 B1 線成日大排長龍，但只要睇反佢嘅走線，先兜天貝同青陽，再好似遊車河咁樣兜成個綠利鎮地區，有排都未到口岸啦。俗語講得好，有個 X 字嘅路線肯定係特快，絕對唔係好似798同798X 咁只係分支路線。到底搭85C 轉 B1X 係真定假特快呢？定係慢慢碌 B1 算數？就等我哋拉埋 BB Trainer 同佢嘅 Admin Bus 一齊一決雌雄啦！在天地認真的做什麼的人，還是很需要某些意思，用生命認出生命，什麼可能用或很瑣碎找些句子成故事，期待每一次再說再聽再說存在一次，然後我知道是對是愛是你抬頭看着我的臉，期待每一次再聽再說再聽同在一次，明日我將會是笑是喊是我在等待你能明白的意。就請珍重一個信念，希望珍惜你珍惜我也就可以，期待每一次再說再聽再說存在一次，然後我知道是對是愛是你抬頭看着我的臉，期待每一次再聽再說再聽同在一次，明日我將會是笑是喊是我在等待你來重遇的事。再說再聽再說存在一次，然後我知道活過為你活過，垂頭吻着你的臉，期待每一次再聽再說再聽同在一次，就承諾感覺着你在叮囑我，年月再過而常有聲線，寧靜地講一切故事。
嚟到總結，今次85C 轉 B1X 勝出，其實係天際海灣轉車，又唔使淋雨，非常舒服，時間又更快，可以話完勝 B1。不過如果過關帶幾個 Jeep 嘅話，一程過肯定更舒服。其實理論上呢兩個方法都唔係最快嘅，不過點解係理論上呢？因為最快嘅方法係75轉 B3，但南涌轉車站東西行冇連接通道，所以無法轉車。永巴推薦嘅94轉 B4 都係一樣道理。如果死都要咁樣轉嘅話，一個要喺高沙庫兜一圈再折返另一邊轉車站，另一個要捱到永勝里再跟 298X 咁兜，兩個方法自然慢到死。唔知大家會點揀呢？呢條片用咗成4個鐘拍同剪，希望大家訂閱支持下啦。夠400訂閱我會拍 Admin Bus 行記，我哋下集見，拜。